骗集团实在愈来愈猖獗，这一届是敲电话甲人骗，看到乌影就开枪。这届险险骗到过来到台湾的日本富人人。台北市士林区一个日本的富人人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讲是因的朋友真着急讲后生伫咧彰化发生车祸，就要借40万装医药费要救急。啊，若无病院无要救人，这个富人人真紧张，赶紧来到银行3步做2步要汇款。行员感觉怪怪无对头，赶紧报案。落尾警察一个赶来到现场，这个富人人也是坚持讲伊要汇款，伊讲人的性命比钱搁较重要。该在上尾联络到当事者，这件代志才别空。请假的日本查某人用无啥会认得的华语，甲银行行员讲话，手会搁一直背手机啊，想要解说。中文好，这个是您的先生，他会讲中文。中文好 ，OK， 那我可以跟他说话吗？查某人愈讲愈激动，这个警察是安怎要阻挡伊汇款？完全唔知影电话迄边唔是朋友，是诈骗集团。我要寄给他，为什么你这样对我这样？因为我们最怕的是你被骗。不是，我最怕是小朋友的生命没有呀，我最怕是这个。查某人讲的囡仔根本就唔是朋友的囡仔，是诈骗集团改好的。这个日本查某人接到电话，对方讲家己是因翁的朋友，后生拄到严重的车祸，要借40万块，若无病院就无爱救人。查某人听到就走去银行要汇款，行员发现无对头，赶紧通报。不过就算警察来啊，伊嘛讲防骗无要紧，囡仔的治疗袂当耽误着。一群人赶紧甲伊安打讲，病院袂因为无钱就唔救人。尾啊总算联络到伊的朋友，确定根本就无发生车祸，查某人才无防骗去。不会有说病人没有钱，然后我们就不治疗的状况。像我们急诊有时候会有病人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就是以无名氏来挂号。那无名氏不代表就不能救，还是要救他的。诈骗集团看准外国人无了解台湾医疗的制度，甲当作诈骗的目标。目前警方伫调查嫌犯是安怎掌握到外国人的电话的，避免个人防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